匯報好似我哋呢個禮拜六有個網聚喎，比較呢次係當網聚啦，講瞓覺，又係講瞓覺講。太好啦！我哋人有1/3係喺張床度噶嘛，瞓覺，啱嘛？8小時啊嘛，冇得1/3時間。咁你淨係顧住張床靚係冇用嘅咯，即係最簡單講話。咁你張床點樣擺呢個方向？有冇得揀？咁你咪要跟個人體嘅學問去揀。大家多嘢干擾嘛，又有嗰啲電磁波干擾啦，又有嗰啲空間嘅屋企咁多電器用品啦，屋企有幾個人嘅又有手機干擾啦，但有啲隱蔽啲嘅，你個地下水嘅運作，由個摩擦衝起上嚟嘅震源咧又干擾啦，加上你自己工作嘅壓力啦，啲事情忙嘅要解決唔到又去諗啦，為瞓唔着，又唔好瞓啦。同埋你有啲食物咧，你食咗啲比較食物唔得清嘅，又令到你瞓得唔好啦。就算最簡單常識，有啲人話臨瞓覺前飲多啲濃茶啊，即係你好多嘢夾埋嘅，所以瞓得好係不容易嘅，特別嗰啲深層嘅睡眠。好啦，如果你計到數話，我行個指五留住，我係邊個時辰咧？我一定要瞓嘅，我行個肝經、膽經嗰啲仲深奧啦，係嘛？好啦，譬如我今晚要捱夜，咁我用咩時間可以頂到咧？喺邊個時間瞓15分鐘咧，可以頂到5個鐘頭咧？嗰啲係深奧啦，啱唔啱先？但我今晚要捱夜㗎啦，但你要喺個時辰度咧，你可以恰15分鐘。多又死喎，唔得嘅喎，超過20分鐘咧，仲衰喎，仲大鑊。15分鐘至20分鐘咧，咁你就可以撐到5-6個鐘頭，係咪好多學問咧？即係話有陣時我哋講過啦，一生人你食餐安樂嘅飯，開心嘅，唔係叫你貴平喎，3幾知己好平價，傾得埋嘅人。你用好少錢你都開心噶嘛？瞓一覺好覺，熟睡嘅、深層嘅，做一次好深層嘅愛，呢個仲難。你瞓覺食嘢都自己一個人搞掂啊嘛，做愛有對手啊嘛，點樣叫深層咧？瞓着咗。咁你你要有愛意先可以深層㗎。好啦，如果你有愛意，有一個有缺陷又唔掂喎。人生咁簡單啫，瞓覺做愛食嘢，你解決得到咧，你就人上人㗎啦。即係起碼你冇病先啦，健康啦，係咪好深奧學問咧？咁而家唔講咁多，就係話，因為好多人咧個社會咧咁動盪咧，睇到好多問題都瞓唔着，或者啲生意又唔好啦，又影響咗又瞓唔着。咁你唔影響，你唔影響咗都已經影響啦嘛。你係補救唔到嘅，如果你個心境轉唔到過嚟，咁你而家瞓唔着啦。所以咧，禮拜六呢個聚會咧就主要係講點樣瞓好啲，瞓好啲啊！瞓得着。起碼瞓着先。有夠。好啊！如果你瞓咗，既然間我1/3時間喺張床度，我借張床嘅瞓覺嚟練功咧，咁就不得了咯喎！8個鐘。咁啊好着數喎，係咯，係咪啊？所以大家網友咧得閒咧你就快啲報名參加，大家公佈都冇啦，我哋聽日先出街啲視頻。但之前我哋講咗啦，你上次講過㗎啦。嚇？上次節目我哋講咗㗎啦。你或者聽翻啲視頻咯，呢個重要㗎。瞓覺好真係重要㗎。嗱，咁阿 Sir，仲有我哋好似美國有啲係啦，而家介紹。我幾年前講過咧，就係話要做一個人類嘅面對嗰個死亡點樣處理啦，但死亡之後又點樣處理啦？而家大家都係冇去正式面對㗎嘛，咁就各有各搞嘅。
唔同宗教有唔同宗教嘅儀式搞啦，但我哋唔去評論㗎，因為嗰個係民族文化嚟嘅，各處鄉村各處例，呢個唔去評論。但我哋而家咧就多咗一套嘢，我已經籌備好晒，又研究好晒啦。咁咧美國咧就將會開檔㗎啦。咁咧就主要嘅對象咧係在生嘅人。我要隨世俗講下，世俗咧就將呢啲咁嘅有靈氣地方咧叫風水地，呢個係世俗人叫法嚟嘅。但喺地球上咧有啲地方咧係嗰個氣場咧比較強嘅，同埋正嘅。其實最強咧就喺台灣嚟嘅，全個地球啊個能量最強咧就喺台灣。係啊，真係唔講笑啊！所以佢一個台灣島俾共產黨一排斥咁樣勝，佢都做到四小龍噶嘛？你記得以前？到而家台灣人喺外邊做嘅生意唔簡單㗎，一個台積電都不得了啦，未仲加上國台未啱啱先。我哋隨續講咧，我喺美國咧攞咗個地出嚟咧，就啱啱有緣分有個學生咧，就係、佢做開嗰啲賣殯儀用地嘅，即係叫賣死人地嘅生意，做得唔錯嘅，佢炒啊，即係買幾幅翻嚟，有人買賣，有好多大陸嘅人買喺美國嗰啲，但我咧就賺錢其次，我要做一檔嘢皆大歡喜嘅。點解要做咧？就而家世界咁亂咧，就啲宗教對於人類嘅死亡恐懼咧。佢先有佢嘅存在價值㗎嘛？死咗去邊度咧？咁咪有個天堂上啦，有唔同宗教嘅天堂去㗎嘛？咁達到而家又冇人咧有個實驗俾你係點樣去法，坐咩工具去？究竟嗰度個地方踎喺度係點咧？冇喎，冇錄影帶睇喎 ，YouTube 都冇喎。咁即係當佢有㗎嘛？而家當住先啦，呃下自己先。唔係，好啦，但仲有一個觀念咧，就話佢嘅後人同佢揾個風水寶地咧，個動機咧都要嚟保佑自己嘅。即係我揀到個風水地，狀元咧就個後人家生有福啦，就後人保佑到後代嗰啲人好噶嘛，係咪咁啊個理論？唔係話俾我揾塊好地咧，就望我先人富貴嘅喎，喺個邏輯上啊。咁先人唔使理㗎。冇啊！佢冇諗到個先人好唔好噶嘛？就我揾咗個地方放咗你咧，我就後人咧會保佑啲兒孫咧好噶啦。風水嗰個收益係後人噶嘛，啱嘛？即係嗰個先人過橋係嘛？唔關事，又唔可以叫過橋，但佢都係俾咁多錢搞個風水地咧，都係為後代嘅。咁既然呢個原理咧，咁我就喺美國咧攞個地出嚟。第一，佢而家講風水地咧，啲人講咧，風水佬先生呃你10年8載，有冇你係唔知嘅。但我哋而家透過科學咧，我 check 到咧，我可以做一個地盤咧，變咗個地牆出嚟。你攞現在嘅儀器，你行入我嘅地盤，再行出嚟10尺，1尺咧即刻就唔同，溫度唔同，氣場唔同，磁場唔同，直情個陣源都唔同嘅。咁而家我將塊地咧就，佢點解要揀美國咧？呢個係世情嘅力量啦，即係喺呢個時空嘅流轉，轉到呢個美國咧係而家係世界公認嘅強國嚟噶嘛。咁啊證明佢個地緣咧有呢個地運喺度啊嘛。而家啲股票又升破咗啦，佢嗌交升㗎，你啱啱你嗌交話跌啊嘛，共產黨嗰邊。好啦，我借佢呢個勢咧，就想我攞美國嗰幅地咧。我都嫌佢唔夠，因為人生咧唔係淨係有財氣啊掂噶嘛，安樂最緊要。咁而家最安樂就瑞士啦，但係瑞士唔夠動感嘅。但我而家就揀美國嗰個以前馬六嗰幅地咧，就將瑞士嘅泥土嘅氣場咧，我移過去，決定咗啦，移個氣場過去，再做一個佈局。咁啊做咩咧？即係我啲同學，我哋啲學生，無論你屋企人葬係土葬好，骨灰葬唔理你，
你擺多個位喺度做紀念，你種一棵盆栽喺度擺喺度紀念，有1年，有3年嘅時間。但你再長期擺都得嘅，俾錢咪得咯。咁如果我哋啲同學或者網友有興趣嘅，你打下俾方太登記，因為我喺呢3個月內咧收啲第一批嘅人咧，就差唔多一半價錢嘅，3個月後咧就起價啦，嚟到3000蚊。唔係，如果佢將個骨灰變嘅話咧，即係譬如話而家死咗嘅人個骨灰，我同你變咗一個水晶石，你要嚟做紀念品。但另外咧就安一個銀嘅牌咧，就擺我哋個盆栽嗰度，因為你有個紀念品喺屋企啊，一嚿水晶石好靚啊，咁你唔會詫異噶嘛。你唔擺屋企咪擺本箱就得，你可以擺屋企咁啊，有紮鮮花擺喺度。就唔好擺個咁嘅骨灰罌喺度，即係你個骨灰咧，佢可以變鑽石，可以變水晶石，但我覺得變晶石咧就夠嘅，靚嘅，靚嘅。你可以燒幾嚿，個啲兄弟姊妹一人留一個紀念都得嘅。咁啊第一陣，另外咧就佢個牌咧擺翻我哋嗰邊。咁嗰啲咧，你圍到係連埋位連晒咧，唔使3萬蚊。鋼瓷啊！整埋石，整埋個晶石啊！嗰啲晶石有平有貴嘅，最平嗰種即係個位置啊，同埋嗰個盆栽大細啊咁。咁但係如果我先人已經安葬咗嘅，又唔想起翻佢出嚟咧？你千祈唔好起，冇人叫你起，你千祈唔好起。其實我主要就係做生人嘅，即係你已經係先人葬晒㗎啦，我做多個位就要嚟吸個天地嘅靈氣嘅。就回輸俾翻個先人，就個先人你亦都收到咧，佢反射翻過嚟俾個後人，即係行一陣咁行翻出嚟。呢個係我設計嘅。我將我以前喺中國嗰個，大家睇到我以前報紙報導我，而家中國嗰個最大嘅殯儀館就係我喺度祝福加持噶嘛。最大嗰個文化中心喺梅州嗰度，就我轉移個地場噶嘛，攞瑞士啲泥土過去。招領啊！我係轉移個地場。但今時今日，哇！見到世界啲人都唔夠福氣，咁咪開一個舞台喺美國俾人結緣咯，皆大歡喜咯，你又安樂，係咪啊？咁啊，大家先報名，同阿方太講，登記晒名啦。我然後咧就再通知大家呢一個聚會，3個月內咧我收我哋嘅學生啲人一半價。3個月咧我起價，而家啲網友我都半價。冇骨灰得唔得？就而家就係中意你冇骨灰。另外冇骨灰。最好就係冇骨灰。有一個主要嘅生意就係冇骨灰，因為你個都係保佑自己噶嘛，唔係保佑個先人噶嘛。先人喺邊？唔係唔理喎，總之你冇骨灰嘅最好，咩都冇嘅。但係你唔理你葬喺黃河石，葬喺邊度，我唔理你嗰 part 嘅。總之啦，我要攞呢個程式咧係。令到先人有個風水氣場，再反射翻嚟嘅咧就啱啦。咁你慳咗個燒忽做晶石嘅錢添，係啊。但係有啲守則嘅，即係話你每一年咧，你要記住你個先人嗰個忌日咧，我要教你練啲乜嘢嘢嘅。咪你點樣過數咧？每個月有一日啊，即係你為自己練啦。咁你都為個先人練一練啊！大佬屌你嘥10分鐘都唔撚練，咁你點樣搏通條 fuse 啊？因為佢每個月有個潮水漲退噶嘛，有個月球嘅力噶嘛。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要俾個時間你啊，點樣做練10分鐘嘅？合通天地時。係冇錯，屌你都唔開機啊！係咪啊？咁啊，即係你唔靚啊，唔關我事啦。就算而家我哋大家好多網友嚟探我，多謝㗎。佢聽我嘅節目，連我啲祝福文，我哋嗰啲嘢，佢咪真係信咗喎。所以好多人捐錢俾我哋起廟啊嘛，好多網友嚟捐錢㗎。因為你真係要靚先得㗎，唔靚影響自己聲譽啊嘛。係嘛？唔俾我啲呢個咪最好咯。咁啊，大家揾阿方太報名登記啊，係留嗰個紀念位啊。
先人嘅紀念位。咁如果整晶石幾多錢？佢唔使整晶石啊？唔整晶石咪黑蚊2000蚊咯，港紙咯，有數嘅有數嘅。好啦，習先生成日都叫最近又講啦，喺個四中全會又講嗰個成日講喎，無忘初心喎，有冇聽過呢句嘢啊？我曾經嚇喺度搓，乜嘢啊？經常都係同嗌搓㗎啦，搓啲乜心啊？佢有個初心好正㗎，咩心？但啲人咧就因為我自己都唔記得，搓到已經唔記得咗啦。佢自己唔記得，佢個爸爸引起嘅，佢呢個初心。呢個貼嗰個習近平同佢老爸爸嗰啲相出嚟。OK。貼咗未啊？一張啫嘛，大家認到啊！最右邊嗰個係習近平，隔離嗰個佢爸爸習仲勳。有個孫咩周啊？孫六堂。孫唔係，你真係未瞓醒啊！你真係孫六堂，你真係楊咩周啊？孫傳周。孫傳周啊！嗰個孫傳周，孫六堂個孫嚟嘅喎。因為佢個記憶中咧，喺中國咧有幾大高手嘅武林高手，賀龍係其中一個，周恩來其中一個。周恩來會係啊，邊門邊派？形意啊。哦。咁佢因為咧唔撚好彩，俾江青害一害，屌你老母突撚燈，斷撚咗隻手，廢撚咗武功。嗰一鑊咧係江青害佢嘅。喺馬上嚇撚佢，江青迎頭衝隻馬過嚟，唔撚停收韁，將來騎住隻馬咧成個鑊撚起咁跌落嚟。有啲咧就話江青咧騎隻驢仔喺後邊咧撞實將來前面隻馬，咁又撞撚到隻馬咧失驚咧跌撚咗落嚟，斷撚咗隻手，仲要好撚大鑊㗎，碎撚咗啲骨，碎咗咧咁就要車去蘇聯醫嘅當年。但嗰啲人知道咧個初心共產黨好古怪。所以習先生咧有個初心，希望我借呢件事咧提醒你習近平，你冇忘初心咧，要由呢度着手。點解咁講咧？賀龍係最打得啦，仲有一個姓楊嘅將軍又打得㗎，佢係以前少林嘅武僧嚟嘅。習仲勳又識武功。以前中國咁多高手，孫傳周當年好多高幹咧，要佢教人，又請佢做嗰個國術總會會長，佢全部推撚晒唔教人，一個都唔教。但習仲勳咧就無撚端端咧，梗要教嘅唔教啦，唔收弟子啦。佢 hold 住孫傳周練武咧，佢朝朝去公園玩太極㗎嘛，孫傳周。習仲勳咧就朝朝去跟佢後邊跟佢照學。即係你練，佢喺後邊學，唔撚拜利是，你唔撚收啊嘛，唔撚收咪跟撚住你練，我就照咁樣喐落跟撚到足為止喎。咁啊跟咗成一個時間又，咁啲人話哇好勤力喎，嗰度有，屌有邊度會勤力啦？屌你都跟幾日唔見人㗎啦！你睇張相，乜誰不知唔係風雨不改咁。咁啊始終感動咗孫傳周，咁就俾佢跟啊習仲勳咧就跟孫傳周咧學武學咗3年，學武學咗3年。咁因為佢爸爸跟咗孫傳周學武嘅話咧，咁習近平咧應該係跟埋佢老豆咧係會學埋嘅。咁嗰習近平咧應該有學過呢個太極門嘅功法。咁佢太極門嘅功法咧係有柔有剛噶嘛。咁你習先生，你既然間你學太極，你咪應該要柔啲啦。你個初心係柔啲嘅喎，柔中有剛喎。政府咁樣搞法咩？得閒學下嘢，學下英國而家呢個首相，搞得兩搞咧，佢都掂噶嘛。
係咪啊？因為佢一攞領咗英女王嘅拍板先啊嘛，贊成脱歐噶嘛，女王啱唔啱啊？咁因為英女王嗰套遊戲咧好古怪嘅，上議院，成班上議院咧就係嗰貴族嚟噶嘛，唔使民選噶嘛，但上議院咧就養住成班馬仔咧，就栽培佢入下議院噶嘛，同佢掹繩噶嘛，大家好多人都唔明噶。所以最近通過咗個 BNO 咧，大家快啲冇嘅要申請，有嘅如果你冇撚續期，唔該你續翻佢，包你有啲運行。佢透過個內政大臣嗰個議員，佢係身兼內政大臣，攝緊咗由嗰個內部委員會咧出份報告，同意咧要俾 BNO 嘅人咧係可以嚟英國定居嘅，好撚簡單嘅啫喎，佢英國人。我你嚟英國定居同意，唔准攞福利嘅，你唔係公民啊嘛。但香港人都好啊，有個鎖匙走啊嘛，有太平門啱唔啱啊？去到先諗啦，啱唔啱先？去到先算。係啊，起碼我揸住本 BNO 咧，我有路可逃啊嘛。但係佢英國佬咧要快啲宣佈，好着數啊！佢一宣佈咧，哇富貴啦！喂，你俾我嚟居留隨時。我人唔去住啦，我香港，但我錢可以走先喎，買間屋啊，喺度開個戶口啊，即刻炒。唔係我講得啱唔啱啊？一定。好自然嘅喎，所以英國人咧，佢應該要快手喎。大把錢揾。大撚把錢收喎，BNO 有成300萬人㗎，有成200-300萬人㗎。97前啊。97前啦，你話幾多人？咁你？即刻就有錢收啦！佢人未必走啊，未必走，多數唔走。我做緊嘢嘛，但我呢個條太平鎖匙，不如我買定間屋收住租先，到時息落唔成咧，我走過有屋住啊嘛，係咪咁諗啊？正路咯。英國佬你快啲啊！咁啊走撚埋呢批人咪留撚低俾啲咁嘅土共玩撚埋佢咯。嗱你哋富貴啦，唔撚使，我哋唔撚會羨慕你，你慢慢收維穩費啦。英國佬呢個好犀利㗎，呢一招，你嚟到個英國隨時居留，但係唔準攞福利，你未係公民，啱嘛？幫英國好多收入。多屌你咪！好多收入㗎。多就屌你，即係話仲好撚過台灣，台灣點你走多次路㗎嘛，隨時。係嘛？點解唔做咧？又可以學英文。咪咯，啲細路仔可以讀書係咪啊？再過歐洲啊！多屌你！但係佢哋嗰邊好古怪㗎，我記得唔係好清楚，但隱約中咧，佢愛爾蘭咧入咗去英格蘭嗰邊咧，佢就當係英國人看待嘅，愛爾蘭嗰邊。但係佢愛爾蘭係一個獨立國家嚟㗎又，好撚古怪喎！我有陣時都搞唔掂，搞唔掂搞唔掂你啲歷史上嘅問題嚟啦呢啲。我真係用英鎊㗎。用英鎊佢直情當你英國人嚟㗎嘛，你過咗嚟就係㗎啦。就算而家佢揸個英國護照，你周圍去歐盟都可以住定居㗎。而家你歐盟嗰個，你歐洲公民可以隨便任何去任何國家可以定居㗎，啱唔啱啊？但你唔可以享受福利咁大啫嘛，你享受福利就翻返自己國家享受，係嘛？所以大家咧個 BNO 係有用嘅，冇嘅快啲續翻佢，冇笨柒嘅。今日咧又有人嚟問我格魯吉亞想我買樓，我推咗佢，因為我睇佢年紀，我哋冇啦。因為格魯吉亞咧係真係花錢嘅天堂嚟嘅。我除非你啲錢咧好撚得閒，你買間屋擺喺度收住租望升水咧 OK 嘅，一你有個物業保值啦。如果諗住你帶埋啲人過去移民啊剩啊，揾唔到食啊嗰邊，人工太低。揾食就唔好啦。揾食冇，揾錢就得。揾錢？梗係啦，揾錢都 OK，揾錢多路數，因為佢冇外匯管制啊嘛。一個冇匯管制嘅國家咧，係好得人驚。大把錢嚟。
揾錢。嗰頭習近平講嘅區塊鏈究竟係乜嘢？哇！呢個好深喎。即係佢哋嗰啲即係中共啲用詞咧，永遠我哋個字都睇得懂嘅，但係因為串埋一齊就唔知佢想點咯。網上好多人演繹過，大家上網睇啊！我記得唔係好清楚，因為佢嗰涉及咧似比特幣又唔似比特幣嘅遊戲嚟嘅。玩咩嘢啊？似咗電子貨幣遊戲照過晒嘅，呢個咧老千局嚟喎，嗱，你唔可以講話你先講，佢係諗唔到嘅。唔知邊個蠶蟲叫阿習先生搞？咁首先佢嘅目的咧，就係破咗美國嗰個貨幣嘅霸權。即係而家你喺世界上咧匯錢咧，一定要經美國個系統嘅，佢控制咗嘅。如果唔係咧，你寸步難行嘅。而家佢咧就有人諗啲屎坑橋，呢次習近平咧，中國共產黨咧最撚致命傷啦，玩呢樣嘢，原本唔撚死，又會加速死亡。理論上行得通嘅，佢當嗰啲比特幣，佢自己中國出一種電子貨幣，可以全世界行，咁啊跳撚過晒你嗰啲美國嗰個。控制咗個 money game 嘅遊戲咯，個系統咯，理論上通嘅嚇。理論上，佢唔知喎，揾人打柒你啊嘛。係咯。你有撚得搞啊？製造兩場戰爭啊！邊度我信你啲電子貨幣啊？虛擬貨幣。唔係嚇？虛擬貨幣。太平盛世冇人喐你就得共產黨。你好鬥唔鬥？屌你老母去諗啲咁嘅屎計！繞過你美國。以為繞撚過即係好似林鄭和呢個啱唔家產垃圾，繞撚過去立法會，佢試撚過故宮又係咁樣得啊嘛，試撚過幾鋪咁樣可以繞過啊嘛，而家個連嗰個大魚計劃又繞撚過嚟噏噶嘛，有咪繞撚過你鬼鬼鼠啲推個送中條例咯，夠票過啊嘛，屌你有乜啲好學唔學啊嘛？你特區首長你啲咁嘅八婆，屌你老母！你幾多日人啊？阿柒婆，世界幾撚咁撚簡單就好啦，好撚天真咯佢哋。美國呢個貨幣啊，喺今時今日啊，最少50年內啊，冇人喐撚到佢嘅。去到邊個時候可以喐到咧？我自己計數嘅嚇。同埋有兩個專家，如果俄羅斯成功咗個歐亞一體化，可以分庭抗禮，但係咧美國已經開始同俄羅斯咧合作，分餅仔。睇一兩件事睇到嘅。美國最近咪話嚼冧咗ISIS嗰個頭嘅，記唔記得啊？記得。如果俄佬唔俾情報你，你點會做佢啊？唔係佢都公開講咗。嚇！佢公開講咗。咪911啊，都俄羅斯俾情報美國，美國唔肯信啊嘛。但911啊，嗰個大廈冧嗰陣時啊，嗰日啊冇猶太人翻工嘅，即係話點解嚟以色列收嘅情報撚過嚟？哇！俄羅斯搞歐亞體化，一樣夾得埋印度俄佬。咁啊，美國咧又搞個印太區喎，印太貿易區。講你共產黨戇撚鳩鳩個一帶一路咧，大撚鑊啊呢個，打又斷撚埋，路啊俾人掘撚爛，咁啊屌你係咪執口噏噏噏撚咗成7兆美金先至買到嚟嘅，何有錢啊？佢哋好多人咧有一個文化咧，中國人到而家未瞓醒。喺世界上有好多歐洲國家，表面咧話唔掂，
好似譬如話你喺英國而家，屌你咩共產黨開到聲奶個人啦，屌你嗰啲咁嘅落後帝國乜乜乜乜，屌你共產黨你做一人啦！你睇我哋自己本身啊，都跣撚到你攤腰啊！冇話啲鬼佬啊！一個日本仔，一個英國，你得閒心水清，你就去數一數世界上，佢哋喺全世界啲地方幾撚多投資啊！即係香港都有個置地啊，都有太古怡和啊，啱唔啱啊？你睇幾撚係其他？你睇印度佬有幾個國家，印度人多撚過本國嘅人㗎，幾撚多投資啊？屌你啊！冇你而家先係話揾到兩個先冚家產度借翻嚟嘅啫嘛，共產黨你借翻嚟嘅嘛，周身債咁你班撚樣，個人辦大款，屌你幾時輪撚到你啊？幾百年啊，大佬！歐洲嘅國家嗰啲皇族啊，嗰啲資產啊，全世界都有㗎。就加多你啊，海外都不得了啦。係啊！屌你啊！嗰啲冚家產廢物嚟嘅，班冚家產聲大大。執隻咁啊！唔單止垃圾行冇諗到扮大哥，俄佬啊辦到啦，俄斯有咁嘅能力，因為佢好撚多資產喺東歐嘅周圍噶嘛，有石油、有天然氣、有黃金，屌你咩？個撚個都人哋玩嗰啲咧就係鐵包金文化，扮死狗嘅，而家印度佬。咪叫撚咗芬蘭去開個世界第2大嘅升降機公司咯，唔夠你中國大，因為中國人口多啊嘛，地方大啊嘛。但係而家係做一個全世界第2大嘅，燒緊晒歐洲嘅升降機。芬蘭喺印度，好聰明啊！摩迪，佢喺南印度搞，變咗南印度咧，會嗰幾千萬個泰米爾人咧，個就業機會好強。係好聰明呢個字嘅，印度嗰種。另外佢最強項咧，比印度，佢人口比你中國少啲，佢12億幾，但中國嘅14億人口咧係報細數、報假數，其實冇嘅，喺世界上有人統計過。但你唔好忘記喎，印度嘅平均年輕人咧好多喎，佢哋個個冇節育啊嘛，即係個生產力啊！而家中國好大鑊係斷層嘅。你一個孩子政策，有一班冇撚咗咪冇人接手咯，係嘛？喂，如果俄羅斯先能夠可以抗衡呢個美國呢個貨幣個架構，但第啲國家唔同你配合㗎嘛，而家美金咁強咧，人哋信佢㗎嘛，係嘛？咁而家仲有傳聞話揾個澳門。代替香港嘅股市啊，開始想搞。揾邊個信你？佢一發夢冇咁做。揾邊個信你？係嘛？冇㗎，呢個世界好古怪嘅，你嗰啲作為中國人啦，係好撚惆悵。而家變咗你嗰父母咧，係中國特色嚟喎，中國人嘅一個喺呢個男子咧比較隱晦嘅，冇咩人去諗到嘅。因為中國歷古以來咧，唔會話上一代犧牲自己咧，佢係話下一代嘅福祉去請命嘅，好少㗎嚇。下一代嘅人咧，佢做雞做成咧，佢供養父母咧係好多嘅，佢殺人放火搶劫翻去供養父母多，但父母冇嘅，我中國好少嘅。即係話，而家香港啲運動咧，其實咧就係中年人以上去搞嘅，或者50歲以上。我要為個社會爭咗個權利，係令我下一代安樂嘅。所以嗰陣時我呼籲過大家聽過噶嘛，你嗰啲長者出嚟啦，係冇人出噶嘛。呼籲過幾次，得2個報名啫嘛。咁我知道大撚鑊啦。呢個係歷古以來嘅文化嚟嘅。我放下權力，我犧牲自己。係下一代咧未來嘅福祉去嘅，係冇嘅。你知唔知日本人哋點解咁強悍啊？
我驚住個仔女要照顧我，佢負擔好重，要請個工人俾我，要同我交租，我真係犯法入監房住嘅，屌你有冇咁唔撚使你頭扯？你有冇呢個文化咧？有冇人諗緊過呢樣嘢咧？犧牲自己啊！唔係啊，佢喺日本住間房好撚安樂噶嘛，就算香港安樂㗎，有放風，有波踢，有人傾偈，有人捉棋，有人吹水，定時定候啊有飯食，早睡早起，早睡早起，啱唔啱啊？有秩序，有電視，睇醫生咧唔撚使排期，即時有。有冇人諗緊到話你自己去坐監，唔使令到你啲仔女自己負擔咧？冇人諗過呢個 point 喎。有都冇人做嚇？有都冇人做。我為咗我嘅下一代咧，唔好負累佢。唔好住咁逼。係，我用安享晚年喺入邊。有冇人諗過啊？咁偉大啊！佢唔係偉大啊，佢係有數計噶嘛。醫療乜都唔撚使頭赤啊嘛。如果自己有個招牌有單位，仲啱好啲，有個自己有當叔父啊，做叔父啊，有人揼骨，有人斟茶遞水啊，係咪啊？幾多安樂啊？搞撚掂打點上下，咁啊做下自己模仿啊，有識兩句英文仲撚好啊！屌你係咪阿芝阿 Jo 啊吹水啊？唔撚使啲仔女，但佢唔講出嚟，我避免咗啲仔女同我交租，揾人嚟照顧我。佢頭緊赤，我哋去坐監，社會養。我一病咧即刻醫生睇，唔使排急症室。中國唔會嘅。有冇諗過啊？中國係唔會嘅。唔會㗎，中國唔會。即係而家你呢代中年人，屌你有冇你冇犧牲自己為，要搞到啲僆仔出嚟咁撚樣去搞，變咗社會咧轉撚咗一層啲人才。愛國愛港愛你老母啦，愛點愛啊？你連自己啲下一代都唔肯愛啊嘛！你連你個家族都唔肯愛啊嘛！你睇吳淑清個撚樣就知啦。屌你有冇全部咁巴閉，賣共產黨埠，飲共產黨奶水，屌你有冇亂沉笠？有冇喺度成個家族啲鋪頭俾人屌你有冇搞咯？係咪啊？你唔出聲嗰個啦，做乜搶住？你嗰紙質仲要做生意㗎嘛？有冇犧牲自己啊？成日話教育唔得，關於教育有影響係影響嗰啲細路仔個人出嚟做人做事真係好撚辛苦而家僆仔。你冇咗道德教育，冇咗仁義忠信嘅文化，冇撚信用，走精面練精學懶叻唔撚切，冇大冇細，四兩啊當一斤。特別嗰啲留撚學翻嚟嘅懶柒叻，屌你有冇識講英文？好撚巴閉咩識講英文？幾千蚊請我賓妹由朝講到黑啦！屌你有冇講英文？我去撚到走撚多碼頭啊！我翻到北京打電話啦，我已經講廣東話㗎，你聽到聽唔到我撚就。我到俄羅斯已經講廣東話，但為咗自己國家尊嚴啦，講得鹹淡水嘅國語啊！亦撚到啊！俄羅斯真係頭赤得快啊！點算？你都係講翻廣東話好啲。屌你乜嘢好撚有型㗎，講啲鹹淡水國語，特登講撚咩啊！正宗國語你我唔識講，我喺台灣咁撚耐，我就特登講啲甩級嘅香港國語，亦撚到俄羅斯仔頭赤得埋啊！你有咁嘅 call， 你有咁嘅身份，你講咩話，有人幫你翻譯啦，係咪啊？而家你啲後生嘅，屌你有冇戇鳩鳩，揾皮靚嘢都冇人請，而家仲撲街，點乜全面失業？佢真係翻屋企呃老豆老母爛腳咯。但呢啲下一代嚟㗎嘛，但你啲上一代冇為佢犧牲冇做啊嘛。一回歸就去爭取啦，你班人家撐咪喎？你班成年人喺做官，成年仔做立法會議員，屌你冇為下一代爭取嘛？所以所有嗰啲左右嘅政棍都正冚家產嚟㗎嘛，佢哋唔係真係下一代爭取嘅，佢要拗啲無撚為嘅嘢，一早就要停撚咗嗰個單程證來港啦，咁咪唔撚使人口爆棚咯，點熬科得起啫？個社會啱唔啱啊？
澳門都有得審批嘅，香港冇嘅。咁你嗰班唔家你全面搞乜撚嘢啊你啊？搞啲虛無縹緲民主政治，屌你我冇啦，邊種民主啊？人哋頭撚知咗做生意，個月交咁撚多錢租，開唔撚到檔，你呢種民主啊多撚謝你都得啦，係咪啊？咁撚多人翻工，嗰陣惆悵我哋睇個世界，你叫啲年輕人走去犧牲，你就係老鬼屌你，唔好坐喺度，係嘛？睇個問題。嗱咁啊，華記個老闆喺新加坡被扣呢件事你點睇咧？我完全唔撚清楚佢搞乜嘢，但我咧就係睇啲花邊新聞咧，就話佢俾嗰啲黃絲陣營咧害嘅，佢真係搞個論壇講香港問題就撐警，咁啲人咧就話錄緊晒影咧就掟俾新加坡內政部喐鳩佢咁樣聽翻嚟聽㗎，但有多少唔妥咯？佢哋咁樣講，新加坡使靠你俾料佢，你信唔信新加坡要靠你班友？投訴俾料佢啦，屌你冇作大啦！差唔多你香港啲人邊一個做乜嘢新加坡知？政府啊，點解咧？因為東南西北，屌你兩威都係佢啲大哥嚟嘅，佢鎮喺個貓王嘅，佢面積係點樣差唔多同港島咁撚大，有冇千祈唔好喺度搞政治，千祈唔好引啲嘢翻嚟，點解佢？華記老闆，我相信佢真係唔知邊一個點鳩佢。屌你咪你知係唔撚高？但佢好彩啊，冇話要掟佢坐間房，就收咗護照等你阿妹遊嚟遊去嘅。如果你再串啲，佢就撻撚咗你啦。佢哋又唔撚知喎，呢套嘢咧喺英國度留低嘅喎，留低俾馬來西亞喎嗰條法例，好撚戇鳩嘅喎。但經過當時咧要用呢條例嘅，因為種族人太多，亂撚個亂世佳人，咁佢要立呢啲嘅例喺內政部。由馬哈迪開始，全世界個個國家都冇嘅。總理兼內政部長，行使內政部長權力，可以無限期扣糧你嘅，唔使講理由啊！馬來西亞喺新加坡度又唔使講理由，等佢扣糧2年啫，新加坡。即係話咧，你華記老闆咧會戇鳩鳩咧，會無端扣留2年，但扣留2年唔一定會放你喎，佢嗰陣搞第二樣嘢出嚟啊嘛，再延續係延續，唔知點搞。總之要玩你啦，可以玩落去。係啊，我話而家你有啲人喺外出，就幫佢撐咗去撐，你千祈唔好撐到學撚死華記，你真係學撚死華記，越撐越大喺我，你就咪你揾個人同佢哋政府要講，而家真係要講識人嘅時候啦。你有冇人識喺度咧？打電話俾李顯龍咧，你條友屌你啊！冇臭你縮撚咗㗎，喺香港撐政府撐撚到縮撚咗，佢咪嚟搞你㗎？屌咪俾人裝嘅啫！屌你，原諒佢啦，啲後生仔。咁咪得啦！你要識到李顯龍，識個哈佬，咁咧就真係。佢可以行使權力㗎嘛，你係算緊數啦。即係等於你早輪有2條友戇鳩鳩，日本有人肯搞得㗎，外來政治實嗨㗎。更加啲。有個我啲老宗啊姓郭嘅咪真係話咩釣完船走去日本嗰度重慶巴閉，冇撚知點喎，有啲放蛇係啊，搞神社啊，搞正國走去搞正國神社。快啲放蛇咬啊！扣留你啦，冇掟埋間房，而家你放你出嚟你簽唔簽？同唔同意簽？你滿意啊放你，唔滿意啊繼續再擺你，好冇？你點啊？你放蛇咬啊？點解有啲嘢唔搞得唔出得風頭㗎？唔係咁樣簡單啊！真係唔係你哋唔好立亂搞啊！香港已經係好彩㗎啦。你嗰度呢度好自由。唔係啊，香港已經好彩㗎。香港真係已經好彩。咁啊，有網友問點樣可以學到你啲醫術喎？嗰啲保健班同學應該都學緊嘅，但佢哋話有冇因緣啊，有冇時間啊，有冇嗰個靈感啊，有冇實習啊，又有冇多睇啲以前嘅老前輩嘅醫書啊，啲心得咧真係要多睇書嘅，博大精深。你明白個原理之後咧，有冇練功咧？練功好緊要啦。
即係話你要打開你個心眼啊！你嗰個觸覺咧俾人敏鋭嘅，但係你個人體咧自己有一個架構啦，係完整啦。你能夠將你嗰個完整嘅觸覺一打落對方嗰度，咦？哇！原來因為佢同你結構一樣噶嘛，就算男女嘅分別都係46個染色體配咗23對染色體，係得一對唔緊同嘅啫，男同女嘅分別。但係你摸落去，你又會感覺到咧，佢同自己嘅邊個位置咧唔同嘅，咁你咪知道邊度有事咯。係最簡單，即係話你 copy 落去啊嘛，個元素我吸嚟呢條友都係爭啲嘅。你 feel 到嘅？係 feel 到嘅，feel 到嘅。好啦，有啲中醫嘅望聞問切，睇面色就知道啦，睇下條脷，睇下而家你最簡單留心睇手指甲就最明顯嘅，健唔健康係咪啊？睇佢行路嘅姿勢有冇跌親啊，邊度壓住啊，神經你都睇到㗎。但係博大精深嘅，你肯學一定學到。但我本身嗰啲咧就唔教到人嘅，除非你令到我感覺我要教你。我有少屬於係另類嘅醫術嚟，另類嘅醫術。今日梁律師同我食晏晝就講起，喂，上10幾日見過你喺越南醫嗰個人，佢早10幾日嚟到香港就問起你，好多謝佢，唔記得咗你寫乜添。佢因為佢眼底爆血管嘛，衝咗上眼睇唔到嘢。你話眼底爆血管幾難搞？開刀都唔掂喎，眼球個微絲管搏唔撚到㗎，係嘛？而家佢好精神啊！我見到佢問候我咁啊，今日晏晝食晏晝傾起㗎嘛，醫術好神奇㗎，係非常神奇，學之不盡。咁啊，希望有心嘅人咧，你嚟學嘅木方丹保健咧就着上書，俾你幫到屋企人，又學多好多元氣。教到啲屋企人咧唔好撞板，有啲嘢咧就要避忌。你50歲後咧就病蝦人㗎啦嘛，你一當你後生咧，仲同啲僆仔鬥跑鬥成，係咪啊？你冇咗健康乜都冇啦，長命都冇用啦。如果瞓喺張床度咯，係咪先？虛心好緊要。你去行醫，你學醫咧，你一虛心咧，有人感應嚟教你嘅，好神奇。有好多個案俾你啟發到，係個問題。嗱咁啊，而家萬福就結束咗啦。咁如果有啲朋友想買啲玉器，咁係可以喺邊度買？康富天地有啊，我遲啲擺翻啲比較平價啲，因為我嗰啲貨咧又冇加我價嘅，有啲而家我整啲大平賣啦，比較啲人啦。因為冇嗰啲開心嘢嚟㗎嘛。咁啊，遲啲係咪？咁啊，另外咧就亦都有網友就話啦，用咗個空氣淨化儀之後咧就瞓好咗，咁係咪有咩緣故咧？係個震頻問題啊，定係咩咧？第一，佢屋企空氣真係冇咁污染啦。因為你嗰啲空氣污染咧，你吸入嚟咧，你個鼻啊、口腔啊、個氣管咧，真係會干擾你嘅。干擾你哋個微神經唔好，你咪瞓得唔好咯。第二，我哋嗰部機咧。係真係同你燒咗嗰啲電磁波㗎嘛，燒咗電磁波干擾㗎嘛，佢就有個電子營養光合作用㗎嘛，所以你喺屋企咧擺1-2盆花，即係我哋正話講啲花開得好犀利。唔係生到好誇張喎，搞到我啲床長。冇陽光咧，佢可以攞空氣電子嚟做光合作用啊，攞空氣嘅中嘅營養。唔使用陽光，我哋嗰個儀器係好厲害，所以你見我哋以前萬福啊、同安嗰啲地，我哋種盆花嗰啲冇陽光嘅，佢可以透過空氣度咧起個光合作用。我哋嗰部儀器轉移嗰個 energy， 所以啲人唔識用咧就走寶啊。第二個問題。嗱，咁啊問題問晒啦。今晚花絮有咩啊？今晚花絮之前啦，有啲圖片嘅，有2張咧，都係以前嗰啲武林高手嘅。特登插翻出嚟嘅，因為點解咧？有人就問我話近代咧嗰啲武林高手有邊啲？咁啊呢一紮係㗎啦。
呢集咧就其中一個咧就有楊澄甫啦，有孫六堂啦，孫六堂啦，劉百尊啦，李方震即係李景林啦，有杜心五啦，杜心五嗰啲出名㗎啦。杜心五同劉百尊，我記憶中咧係阿孫中山先生嘅保鏢嚟嘅。佢一個南腿北腳，係南合北合。杜心五就南腿，劉百尊係北腳。兩個都要腿但係傳聞呢個杜心五打贏埋劉百尊有，係兩個攞晒，叫佢南北合，一個贏晒啦。但最犀利咧就係李書咩啊？李書文。李書文，佢三個徒弟都做大量高手。郭雲生、李書文出到。李書文，大家呢個人咧出手狠辣。揾邊家啊？八極同槍啊！大槍。佢嗰個槍法咧，獨烏蠅。好厲害。以前我哋嗰啲古代啲屋咧有啲紙槍噶嘛，有隻烏蠅伏喺啲紙槍度，佢啪啪啪吉咗一粒烏蠅，嗰個紙槍唔爛喎。冇誇張。唔係誇張啊！呢個李書文係好撚厲害㗎，但係出手好撚狠辣。或者係出手要你生就生，死就死咯。佢打撚死吳世凱嗰個日本嘅高手啊，個保鏢。跟住嗰個日本嗰個總教頭身邊3個人出嚟又俾佢打撚死。佢出手攞人命啊！一場。好撚毒辣！佢收咗我幾個徒弟，其中一個毛澤東保鏢嚟，一個蔣介石保鏢，仲有一個唔記得咗係邊個保鏢，就係李先文。最後期佢嗰個咧，好似係劉雲潮，就係去到台灣嗰陣時，所以台灣咧所有嗰啲教嘅都係八極拳。香港有冇辦？有冇八極？香港有，但係比較冷門少。係咯，好少聽嘅有八極。另外嗰個孫六堂就犀利啦，孫六堂出名。孫六堂犀利，唔知係出名啊，係好厲害，係武痴嚟嘅呢個。武痴嚟嘅。以前有一個大陸高手。慈禧太后嘅近身嚟嘅呢個，我唔記得叫咩名添，又係真係有功夫㗎。一定㗎，嗰陣一定嗰啲有。咁啊，大家查翻啲冇人掌故欣賞下咯。咁就所以講到咧就係習仲勳先生咧，習近平嘅爸爸咧都係要拉佢拜啊呢個孫周啊，孫傳周跟佢學嘅。孫元洲係喺佢嗰個時代咧係天下第一高手，喺佢嗰段時間，好似係孫六堂嘅孫嚟咯，孫六堂嘅孫嚟。咁除咗武林高，係啦，除咗武林高手之外咧，就有北平嘅。要介紹一個女人啦，因為日本咧喺中國有個川島芳子女間諜好聞名㗎嘛，大家睇戲睇過啦，川島芳子。大家都知啦。但中國咧最巴閉嘅女間諜咧，就北平嘅李麗，因為喺北京咧好多人叫李麗嘅藝名，所以咧就要加多叫北平李麗咧，就呢一個人。呢個人咧點解要提佢咧？因為大粒當年咧權傾朝野，全中國最撚大嘅權力咧就係大粒，藍衣社啊嘛，軍統局啊嘛。殺人唔撚眨眼，隨意殺邊個殺邊個，佢落命令殺㗎嘛，佢超過成100萬個特工喎，唔誇張。係啊，超過100萬，同美國合作嘅美國同佢合作嗰個情報組織，所有美國喺海外啊有啲滲透嘅咧，都係由佢指揮嘅。個中國最巴閉人物嚟嘅大粒，咁但係咧佢最呢個李麗咧係大粒訓練出嚟嘅，
個李麗。所以後嚟戴笠喺南京起機去就係為咗陳豐大院都開相機咧，就係為咗見下李麗嘅啫，咁樣過機身望學。尤其呢個李麗就喺台灣咧，佢原來同戴笠咧生咗個仔。大家欣賞佢個樣，好靚。啊！如果我後生都會中招，遇到呢啲嘅人，搞唔掂。啊！靚。唔係佢嗰啲唔係淨係靚簡單啊，有一種英氣。所有駐華嘅司令啊，日本人啊都追佢啊，追唔緊到喎。就追唔到先至矜貴。起碼超過10個巨頭啊！日本駐華嘅總司令，所以變咗佢嗰個關係咧，可以做咁撚多情報，因為個個追佢啊嘛。咁就乜都咁冇啦。個人講埋到身啦，但佢唔同你有關係，佢就係中意戴笠。點解冇拍呢套戲咧？我拍呢套戲好奇怪。好少人提嘅，提戴笠都好少講埋啊，李麗嘅。係咯。係啊。提戴笠多數有講阿蝴蝶。係啦。有講蝴蝶。就冇講就佢咯。冇講李麗，因為佢係特工嚟㗎嘛，呢個人。天下第一間諜，可以去到日本最高層嘅身邊，呢個奇人嚟嘅。後尾佢個仔咧就走咗台灣同埋佢，後尾個仔都做咗台灣嗰啲情報組織嘅一份子啦。OK。哦，即係呢啲家族性生意喎。好，仲有啲咩啊？